因為戰爭國際原油一桶已經起破110塊美金咯。那反映原油的價格，後禮拜咱國內汽柴油一日就愛起5塊，佮加上進前起的中油是講汽油就愛起12塊9角，柴油就愛起15塊5角。也毋過政府是愛中油先家己吸收，所以最近2禮拜中油嘛已經吸收新台幣33億咯。經濟部是表示講，有替中油來向行政院爭取增加3500億的預算。因為中東的戰火，致使國際原油供應的危機，經濟部19號鋪文，強調伊朗持續封鎖荷魯茲海峽，中國、韓國、法國等等核電的大國嘛受到影響，包括波蘭德原油起6成，杜拜原油嘛起1倍。外界關注目前台灣2項因應措施，以及亞洲鄰國上佳介紹平穩的機制，甲專案平穩的機制，後禮拜可能無法度閣無起價。中東的情勢，所以副院長還會召開物價的顧問小組。另外，對於油價還有股市的發展，還是進行每日的監控，這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。對一家卡達能源公司起予飛彈攻擊，致使波蘭德原油一桶超過110塊的美金。事實上，照中油聯動的中東指標油價，目前已經超過一桶140塊的美金。根據浮動油價的機制，後禮拜汽油、柴油一日恐驚會調關4塊7角5塊，若閣加上進前無起的金額，可能做一屆會調整12塊9加15塊半。吸收的話，其實就是有一點風險啦，因為我們也不曉得說未來的整個這個國際情勢啊，還是就是說我們財政的情況是更好還是更差？動漲的話，有這個穩定市場信心的作用。外界預估，戰爭若是拍到9月份，中油吸收的金額恐驚會到400億，和中油的債務會當講是無比嚴重過。目前敢是會閣壓力賣起價，中油也未說明。不過經濟部表示，目前中油希望爭取3500億，經濟部已經同意，而且已經送去行政院爭取編列預算。記者綜合報道。